5月17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好有熱情、有強大影響力嘅人啊！做事行動力高，決斷快，執行力高，轉數好快。對於一啲新事物，你好容易適應環境嘅能力好強，好識得同人溝通，做嘢咧非常之利落，所以好多人咧中意同你合作。個人比較好勝，信念好堅定，中意打破一啲困難咧去獲得成功。人緣好，人脈亦都好廣，但係一啲冇用嘅聚會咧，你係唔中意參與。而喺感情方面咧，完全睇唔起一啲咧自己唔心動啊、唔中意嘅對象。如果你中意一個人，但係對方唔中意你嘅話咧，你會對佢有所不滿嘅。如果有外遇嘅話咧，就要更加小心啦，因為你對外遇咧都唔係玩玩下嘅，你會好認真。結咗婚之後咧，你好希望同對方 keep 住有一種戀愛嘅感覺，你認為咁樣先至可以長久。你重視家庭，但係工作往往比家庭重要，唔揾錢邊有得食啊？而性嗰方面咧，你中意做主導，傾向於隨心所欲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係會透過自己堅定嘅信念而獲得大成功嘅人嚟嘅。事業就好似你嘅人生一樣，你面對住唔同嘅困難咧，你都可以好正面咁樣克服過去嘅。財運旺，賺錢力強，堅持做一啲正路嘅事咧，你人生就唔愁錢啦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你已經有每一個人都好希望有嘅實質元素喺你生命上面嘅出現㗎啦。切忌懶同埋 hea 啊，抹殺咗今生嘅優勢。如果你已經係行緊好你嘅人生嘅話咧，維持你嘅穩定，唔好亂轉方向，你做到底嘅話咧，你嘅人生就會有大成功㗎啦。